Hello，我係美食之旅導遊咩咩，暑假嚟啦，睇睇咩咩呢條推薦啦。吃足2晚靚酒店，嘆海鮮自助晚餐，純玩3天。第一日嘅午餐，我哋安排咗蔥油白切雞、香芋炆南瓜，仲有每人半隻魚架、清蒸草魚、客家釀豆腐同埋蒸肉餅。我哋第一晚入住嘅係惠州雙月灣君庭酒店，每一間房都標配獨立嘅浴缸，乾濕分離設計。玩攰咗返到酒店，泡住澡就可以透過落地窗睇大海，旅途嘅疲憊一下消散。呢個係我哋前10位報名升級嘅2房1廳浴缸大床房。自助晚餐用餐環境安靜舒服。各式嘅中式熱菜、甜品、果汁，日式嘅壽司料理，仲有安格斯牛排、厚切嘅三文魚、刺身、青口、3號，全部無限暢食，仲有炭烤大蝦。伴住海浪聲食飯，氛圍感直接拉滿。食飽以後，亦都可以去暢玩酒店嘅無邊際泳池同埋健身房，仲有一個玻璃棧道。最美嘅海岸線，網紅打卡沙灘秋千。呢個係我哋嘅兒童遊樂池。酒店出嚟步行2分鐘就可以直達我哋無邊際嘅一線海景沙灘，喺呢度漫步非常之浪漫。日頭睇完海景，食完海鮮自助晚餐，晚上喺我哋沙灘上面燃放煙花，親子玩樂，氛圍感直接拉滿。第二日我哋食嘅係古法走地雞宴、白灼海蝦、蒸排骨、蒸老虎斑，仲有蒜蓉粉絲蒸扇貝、炒鮮魷、炒黃牛肉。每一餐我哋食嘅都非常豐富。嚟到我哋第2晚嘅5星酒店，客房空間寬敞，高樓層，落地窗，視野好好，仲有空中泳池、健身房。2晚酒店我哋都包咗麻雀、人玩。酒店處於旺市中心，行街宵夜、按摩揼骨非常方便。酒店海鮮自助晚餐亦都非常豐富，各式各樣嘅刺身、粥粉麵同埋湯類，熟食、啤酒、紅酒、飲，各式各類嘅甜品亦都非常之啱我哋帶住一家大細嚟參加呢個團㗎。最後我哋嘅午餐嚟到中山煎園風格嘅田園餐廳，食一碗正宗嘅炭火靚湯，足足煲咗3個鐘頭。仲有我哋嘅特色荔枝齊燒鵝同埋吊水鯇魚，仲有我哋正宗嘅招牌雞，嚟結束我哋3日完美嘅行程。景點方面亦都會帶大家去打卡一個田園風光嘅客家圍屋秋場谷里，同埋羅湖嘅金啤坊商場天河城。如果你對呢個行程都有興趣嘅話，請喺評論區打下惠州2個字，我哋將詳細行程 send 俾你。我係美食之旅導遊咩咩，我哋有緣一齊出發。